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局长，天神降临地球了！胡言乱语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神？局长，我没有乱说，这是卫星刚刚传回来的画面，您还是亲自看吧。这。一别万年，也不知道曾经的家乡变成什么样。快监测它的移动方向，看它的落脚点在哪儿。局长，它的速度太快了，任何手段都无法监测。找到它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它，只有它才能战胜那些可怕的怪物。穿越仙界万年，没想到地球才过去1年而已。这里和我离开时一样，几乎没什么变化。微微，我求你了，能不能跟你哥说说，不要故意卡我们苏家的项目？苏然，我凭什么帮你？只要你愿意帮忙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是吗？那我要你在大街上随便找个男人洞房也行吗？就他了，苏然，我要你嫁给这个白痴！白痴？你在说我？大晚上的不睡觉，穿着一身古装在外面瞎晃悠，你不是白痴是什么？本座堂堂仙王，没想到刚回来就被人当成了白痴。苏然，只要你答应嫁给他，我凌家就不为难你们苏家。是，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？我要你立刻嫁，今晚就洞房。不答应，你苏家就等着破产吧！放肆！你们把本座做当什么了？好大的胆子！白痴，你看清楚，你面前这位可是苏氏集团的总裁，更是咱们江南市第一美女，给你当老婆，你难道不想要吗？江南第一美女，姿色还算不错，也罢，修炼了万年，该享受享受了。行，本座就勉为其难的同意了。苏然，你听到了吗？这个白痴居然说勉为其难，人家很嫌弃你呢。喂，咱们这么多年朋友，你真要这么做吗？朋友，你也配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一直很讨厌你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忽视我？在你身边，我林薇薇永远只是个陪衬。苏然，你不就是仗着自己长得漂亮吗？今天我就要让你这个第一美女嫁给一个白痴，沦为整个江南市的笑柄。沦为笑柄，恐怕你要失算了。能嫁给本座，是多少女人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。我明白了，我嫁。很好，今晚你就跟这个白痴洞房吧。等明天你们领了证，我哥就会高抬贵手放过你们苏家。别耍花招，我会派人盯着你们。我知道了。喂，白痴，会洞房吧？江南第一美女，今晚就便宜你了，记得要多干几次。对了，苏然，再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，苏家申请的那笔贷款，李行长不打算批了，所以苏氏集团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，你们苏家要破产了。活该。苏然是吧？别担心，嫁给了本座是你的福缘，我保你苏家不会破产。那可真是谢谢你了。走吧，先带你去换身衣服。想不到这人换上正装还蛮帅的。买好了，走吧。卡还给你，你留着吧。等明天领证之后，我每个月会固定往里面打钱，给你当生活费。生活费？想不到本座堂堂一代仙王也有被包养的一天。叶大小姐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她。这位叶大小姐好大的排场，她是什么大人物吗？当然，叶大小姐可是叶氏药业的总裁，身价上千亿。那确实蛮厉害的。不过，这位叶大小姐恐怕命不久矣。嘘，你别乱说话，万一被叶大小姐听到，咱们就完蛋了。快叫救护车！叶总昏倒了！怎么回事？叶大小姐怎么突然昏倒了？她快不行了。你别乌鸦嘴。苏然，如果我能救活这位叶大小姐，她能不能帮你解决麻烦？当然可以，我遇到的麻烦，她一句话就能解决。好，那我去救她。你干嘛？你会医术吗？医术，起死回生算不算？只要本座出手，她想死都难。行，你厉害，你是神仙，求你别去添乱了。是不是添乱？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孙神医，我家小姐突然昏过去了，您快看看。
叶总心脉衰竭，已无力回天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孙神医，您是神医啊！求您救救我家小姐！老夫现在只能让她清醒片刻，交代后事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叶总，您只能清醒片刻，有什么后事需要办的，尽快交代吧。我早就料到了这一天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大小姐，傻丫头，别哭。我走后，公司应该是我弟弟上位，他这个人还不够成熟，你跟着他只会受委屈。我让公司给你一笔分红，你拿着钱回老家开个小店吧。大小姐，我不想离开你。别哭了，他还有救。真的吗？你能救我家小姐？对，我能救，全天下也只有我能救的。小伙子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，心脉衰竭你都能救，你以为你是仙人吗？老家伙眼力不错，我确实是仙人。不知所谓，叶大小姐，这人就是个骗子，不必理会。原来是个神经病，你们几个把他赶走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周助理，我动不了了，我也是。叶大小姐，我不出手的话，你今晚必死无疑。反正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，为什么不让我试试？你真能救我？你体内有煞气，应该是半年前被人打伤的吧？这半年全靠有人用灵力压制你体内的煞气，你才能活到现在。此人是谁？竟能一眼看透我的伤势，连师父为我压制煞气的事，他都知道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请先生救我。救你可以，我是有要求的。没问题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让先生满意。很好，咱们先换个隐蔽点的地方吧。为什么要换隐蔽点的地方？因为治疗你家大小姐需要脱衣服，除非你想让她在大街上裸奔。脱衣服只是第一步。你真有把握治好叶大小姐吗？放心，治好她对我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大言不惭，心脉衰竭无药可医，这是医学界公认的事实。除非你能创造奇迹，小子，你太愚蠢了，连叶家大小姐都敢骗，真是自寻死路。林先生，我家小姐准备好了，你进来吧。你不出去吗？我要盯着你，不准欺负我家小姐。等下会有比较可怕的现象出现，只要你不害怕就行。叶大小姐，待会儿可能有点痛，你忍着点。你做了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你是何人？敢坏我的好事？雕虫小技！小子，尊者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这……我怎么了？先别说话，你的体内还有毒气残留，我帮你排出来。他好帅啊！别害羞，这就是你体内的毒气，现在已经排出来了。好了，周助理，扶你家小姐去洗澡吧，她已经没事了。哦，好的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出来了？叶大小姐呢？治疗成功了吗？我亲自出手，当然成功。叶大小姐在里面洗澡换衣服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在嘴硬。孙神医，你为什么一直阴阳怪气的？
我们能不能治好叶大小姐，跟你也没关系吧？还是有关系的，毕竟叶大小姐先被他判了死刑，我如果能够救活，岂不是打了他的老脸，动摇了他的神医权威？原来如此，胡说八道！老夫医者仁心，怎么会因为你救活病人而怀恨在心？老夫生气的是，你明明没本事，却招摇撞骗，害得病人痛苦离开，死不安宁。哦，你就这么断定我没本事把人救活？当然，叶大小姐的情况，就算华佗在世也束手无策。黄口小儿，你以为你是谁？那我要是把人救过来了怎么办？你要是能救活，老夫给你磕头，从此奉你为尊。几位聊得很尽兴啊，在聊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？叶大小姐，你没事了？没事了，多谢苏小姐关心。叶大小姐，你认识我？当然，大名鼎鼎的江南第一美女，我岂会不认识？看到你第一眼就认出你了。叶家叶婷，多谢恩公救命之恩，不知恩公尊姓大名？林天生。多谢林先生出手救我性命。我之前说了，我救你是有条件的。林先生请说，只要叶婷能够做到，绝不含糊。苏然，还是你来说吧。等等，叶总，能不能让老夫给你把把脉？可以。脉象沉稳，硬直有力，这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这简直是医学奇迹啊！师尊在上，请受我一拜。你怂的倒是快，不过，师尊是什么鬼？我什么时候答应收你为徒了？师尊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您救活叶大小姐，我就给您磕头，奉您为师尊。是这样说的吗？是啊，师尊，徒儿岂敢骗你？算了算了，你先到一边去，别碍事。是，师尊。叶大小姐，我今晚之所以会救你，是因为苏然认出了你，让我出手。我明明是阻止来着，害怕他添乱，他却把功劳往我身上推。林先生，您称呼我叶婷就好，在您面前，叶婷不敢有尊称。行，苏然，你有什么困难，跟叶婷说吧。是我们公司的财务出了点状况，银行那边又打算拒贷，所以想请叶小姐帮个忙，跟银行那边打个招呼。100亿够吗？啊？用不了这么多，30亿就行了。这么点钱，何必找银行？小周，立刻通知财务那边，给苏氏集团的账户汇款30亿。好的，大小姐。这太感谢叶大小姐了，我们会尽快还的。还？区30亿而已，不用还了。这怎么能行？比起林先生的救命之恩，30亿不值一提。苏小姐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除非你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。我真是太感谢叶小姐了。苏小姐，不知道你跟林先生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的，未婚妻。他居然跟苏然订婚了，是我出现晚了吗？林先生和苏小姐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虽然我刚刚为你驱除了体内煞气，不过幕后黑手应该不会轻易罢休，你要小心。多谢林先生提醒，我会小心的。苏然，回家了。哦，好。小姐，有什么吩咐？我记得苏然好像没有订过婚，你去查查他跟林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的，小姐。林天生，怎么了？今晚真是多亏有你，解决了公司的大麻烦。
之前我已经说过了，能嫁给我是你的福缘，我能保你苏家不会破产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医术，比孙神医还要厉害。对了，除了医术，你还会什么？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呀，因为我无所不能。吹牛，生孩子你也会吗？这个确实有点难度，不过也并非不能实现。以莲为心，以藕为躯，再以无上法力重塑灵魂，理论上是能够造出孩子的。那不就是哪吒吗？确实有点相似。你能造出哪吒，林天生，你真会吹牛啊！终于到家了，还是家里好啊。这就你家？是啊，这栋别墅是我爸亲自设计的，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比起本座的仙宫，也就差了108000里。你家里人很多吗？不多啊，我爸妈已经退休了，不在这边住。目前屋里只有几名佣人和保镖。看来是有不速之客登门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哟，苏总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不愧是咱们江南市的第一美人，这长相，这身材，真是极品啊！你是谁？为什么打人？苏总，苏大飞，苏经理，你应该认识吧？那是我二叔，怎么了？我叫赵虎，是做娱乐生意的。这半年，苏大飞一直在我的厂子里玩，目前已经欠下了1个亿的债务。我今天过来是要钱的。什么？1亿？欠了这么多？那是我二叔欠的，你们去找他。巧了，苏大飞让我来找你。苏总，这笔钱你今晚必须拿出来。我没钱，你去找苏大飞。没钱？那就拿人抵债吧。第一美人的滋味，我早就想尝尝了。嘿嘿嘿。啊！老大，没事吧？虎哥，你可是拳击高手啊，怎么会被那小子一招就打飞了？那小子不讲武德，偷袭！我刚刚大意了，没有闪。兄弟们，一起上！那小子绝对不简单，实力至少在宗师境之上，不能硬打，让这些手下拖延时间，我得先跑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一招就让他们全躺了，你是什么怪物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前辈饶命啊！是我有眼无珠，冲撞了您，我该死。只要前辈愿意放过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想活可以，3天内送来10个亿，免你一死。好，我一定办到。真是白痴！只要我安全离开这里，还想让我送钱来，门儿都没有。滚吧，顺便把你的这些手下全部带走。林天生，你除了会医术，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身手。不必惊讶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无所不能。原本以为林薇薇让我嫁给林天生会让我受尽羞辱，没想到我这是捡到宝了。你们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大小姐，我们没事，多亏了你回来的及时。何管家呢？他怎么不在家？他是真正的武者，如果他在，你们也不会这么惨。大小姐，何管家今天去老爷那边了。那你们先去休息吧。林天生，家里厨师也受伤了，我让他休息，今晚只能让你吃外卖了。没事，对我来说吃什么都一样。本座今生不朽，就算不吃不喝，也能活个10000年。大小姐，外面来了一个女人，自称是林家派来的，说要监督您跟姑爷完成洞房。什么？监督洞房？他要怎么监督？在旁边看着。
师傅，我来打扰您了。这么晚了来找我，是不是体内的煞气又开始作乱了？过来让我瞧瞧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徒儿，你体内的煞气呢？被人清除掉了。不仅清除掉了你体内的煞气，还治愈了你的心脉。这是何方神圣的手笔？徒儿，你遇到神仙了。师傅，清除煞气、治愈心脉很难吗？废话，要是容易，我早就帮你清除煞气了。为师如今筑基圆满的境界完全做不到，更别说还要治愈你的心脉。可是那位林先生只是动动手指就把我完全治好了，看起来非常轻松。什么？徒儿，对方真的只是动动手指就把你治好了？是的，徒儿，你碰到真正的高人修士了。师傅，您能不能判断一下那位林先生会是什么境界？能不借助法战法器就把你治好的，至少得金丹期的修仙者才行。可他看上去很年轻啊。那是驻颜有术，对于这样的大能者来说，年龄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徒儿，那位高人住在哪儿？为师想去拜见他。师傅，您见他做什么？为师筑基圆满已经很久了，境界一直停滞不前，想请高人指点一二。这样吧，师傅，过2天就是我25岁的生日，我打算举办一个生日晚宴，邀请林先生参加。师傅你也来，到时候就能够见面了。如此甚好。连洞房都要监督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你不愿意的话，就把林家的人赶走。不行的，万一林微微反悔，让他哥继续卡着我们公司的项目，那就完蛋了。区区一个林家，我可以帮你出手，直接灭了他。我知道你厉害，可这是法治社会，不能乱来的。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先让人进来吧。好的，大小姐。林天生，万一不能避免，那今晚我们你想说什么？别吞吞吐吐的。就是那个洞房，我还没有谈过恋爱，我不会。看出来了，你是黄花大闺女，放心，我会很温柔。从今晚的表现来看，这个林天生很优秀，人品也不错，是个良配。罢了，接受命运吧。今晚过后，我就是林太太了。苏小姐你好，林先生你好。林家动作不慢啊，这么快就查到我名字了？那是当然，即便在整个江南省，林家也是有名的大家族。是林微微让你来的？是的，我家大小姐让我来监督你和林先生完成洞房。你要怎么监督？看着你们完成所有洞房步骤。两位，开始吧。我先去洗个澡。苏小姐，我得提醒你一下，今晚12点之前，我得回去向大小姐复命。如果你继续拖拖拉拉，错过了时间，就别怪我家大小姐收回约定。林天生，我们开始洞房吧。好。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？好啊！林先生，继续用力呀！苏小姐，表情再小会儿一点啊！对，就是这样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傻笑？没什么，中了我的幻术而已。幻术？那是什么？你可以把幻术理解成催眠，不过幻术要厉害很多。你居然还会催眠？都说了，我无所不能。林天生，你确实很厉害啊！他手上有拍摄设备。那个叫林微微的，应该是想彻底搞臭你。别担心，我的幻术再厉害的拍摄设备也没用。林天生，其实你不使用幻术，我也是能接受的。你能接受，我不能。你嫌弃我？当然不是，是你现在的身体太弱了，承受不住我的精气。胡说八道！我是认真的。你如果想跟我同房，至少得连吃1个月的洗髓丹，我还得每天用灵力帮你淬体，强壮你的筋骨。1个月之后，差不多就可以同房了。呸！不要脸！我才不想跟你同房呢。幻术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脱衣服上床吧。啊什么啊？
等会儿他脱离幻术状态，看到咱们衣服穿得好好的站在这儿，肯定会怀疑的。脱衣服上床，做个假象而已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先转过去，不准偷看我。好，这傻丫头不知道我已经开了天眼，就算是身后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林先生，我好了。可以穿裤子。演示一下而已，露上半身就行了。为什么不可以穿？可恶！不早点说，我都脱光了。这两人刚刚做得很激烈，明明很累的样子，怎么突然又恢复了？这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做过那种事儿，可我刚刚明明亲眼所见，怎么回事？该看的都看了，还不快滚！感谢两位的配合，我这就回去向大小姐复命，不打扰两位休息了。他好帅。看我干嘛？你不会真想洞房吧？快睡觉。大小姐，事情已经办妥。你拍的什么东西？啊！怎么会没拍到？大小姐，我是按照操作拍的呀。你是亲眼看到他们洞房了吗？是啊，我就在旁边看着。苏然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都留红了。很好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苏然，我要把你彻底搞臭。去联系媒体记者，让他们明天去民政局蹲守，拍下苏然和那个白痴领证。何管家好，您回来了。大小姐呢？已经去公司了。听说大小姐受林家逼迫，在外面带了个白痴回来。那个白痴人呢？姑爷还在大小姐房里休息。这都9点多了，居然还在睡懒觉。你去把他喊起来。好的，管家。谁找我？你就是林天生。看来都把我调查清楚了啊。对，我就是。老爷交代，得让这来历不明的野小子就得遵守苏家的规矩。林天生，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，既然进了苏家的门，就得遵守苏家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每天早上必须7点之前起来，打扫卫生，做家务。院子里的那些花花草草就交给你打理吧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能再上楼，睡外面的库房。如果我不遵守呢？我们习武之人出手往往没个轻重。林先生，你如果不想吃苦头，劝你最好还是乖乖听话。是吗？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习武之人的手段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习武之人的手段，真是令人失望啊！跪下！堂堂9阶武者，只差一步就是武道宗师，他居然一句话就能让我跪下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你难道是修仙者？修仙者也可以这么说。现在还需要我遵守苏家的规矩吗？不用，是小懒儿有眼无珠，不知高人当面，请高人恕罪。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啊！高人说笑了，小老儿不敢。行了，起来吧。你知不知道，昨晚有贼人打上门？如果不是我在，苏然就会倒大霉。什么？就有这种事？做管家要有做管家的样子，以后要出门，先向我和苏然通报。是，小老儿明白了。大小姐好，我是老何。好的，大小姐，我知道了。姑爷，大小姐请您去民政局会合，办理结婚证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爸爸妈妈，我好害怕。还是年轻女人的原因滋味更好啊，效果也更强，我的魔功又增强了不少。林峰，属下林峰参见无影大人。本座感应到之前留在叶家女娃身上的分身，昨晚被人毁掉了。什么？无影大人，您的分身，就算是修仙者也不能破解啊！林峰，你觉得是何人出手？属下不知，目前江南市内应该没有这样的强者，难道是叶庭的师傅修为大增，突破到新境界了？你立刻去查清楚，
本座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坏好事。属下明白。叶婷的师傅是那位南山仙子，他应该没能力破解无影大人的分身才对。那么，会是谁呢？哥，我能进来吗？进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没事不要来打扰我，所以你最好是有重要的事。哥，是这样的，苏然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，跟一个穷鬼白痴洞房并领证了，现在成了人妻。哦，是吗？这是他们今天在民政局领证的画面。昨晚洞房的时候，我也派人全程观看了。很好，我就喜欢人妻。接下来按计划进行，我要让苏然跪着来求我。放心吧，哥，我已经跟几家银行都打过招呼了，不给苏家提供贷款，让苏家资金链断裂。要不了多久，苏然就会来求您。虽然我是他妹妹，但我还是很想吐槽，我哥是真变态啊！原装的美女不要，非得喜欢人妻。很好，这件事你做得不错。对了，你给苏然找的男人是什么来头？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名字叫林天生，孤儿出身，无权无势，连工作都没有，去年还失踪了1年，昨晚才出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穷鬼加白痴。想不到，我林天生征就仙王之后，居然会和一位凡间女子结为夫妻。苏然，接下来我就会让你知道，能嫁给我，你是多么的幸运。苏然现在还是凡体，吃不了仙丹，只能为他炼一些普通的洗髓丹来吃。现在我需要买一些药材。宝芝堂，这应该就是我那个便宜徒弟孙乾开的医馆，进去看看再说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！用医治死人啊！我弟弟昨天还是个好好的大活人，就是吃了这家医馆开的药，昨晚就庸医赔我弟弟的命来。这是孙神医的医馆啊！孙神医是远近闻名的神医，居然也会把人治死。说不好，也许这位孙神医是个徒有虚名的神医呢。把人治死，这下麻烦大了，看这位孙神医怎么收场吧。看来我这位便宜徒弟遇到麻烦了啊！怎么回事？姓孙的，你来了就好。我弟弟昨天吃了你开的药，昨晚就死在屋里头了。要不是我今早去喊他起来干活，他抽在床上都没人能发现。我苦命的兄弟啊，他今年才30岁。还没找婆娘呢！不可能，老夫开的药方走的是中正平和的路子，以温养为主，轻易绝不会上烈性药，怎么可能会把人毒死？老家伙，你还敢抵赖？不是赐了你的药，我兄弟怎么会死？他嘴巴乌紫，面部发青，分明中烈性毒而亡。你把药方给老夫看看，老夫怎么可能会开这种毒药害人？要药方是为了毁灭证据吧？我已经报官了，你等着吧。报官？好，老夫等着，老夫就不信了，还能容你颠倒黑白？怎么回事？谁报的警？长官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弟弟吃了这家医馆的药，当天晚上就死了，蓄意害人啊！胡说八道！老夫绝对没有开毒药害人。既然说不清，又确实出了人命，那么都去衙门里再说吧。不行，去了衙门，老夫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老先生，我这也是例行公事。现在你的医馆涉及重大医疗事故，你肯定是要去衙门交代清楚的。除非你能证明死者的死因确实与你无关。这让老夫如何证明？我能证明。
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是？师尊，您来了，徒儿有失远迎，请师尊恕罪。师尊，我没听错吧？这年轻人看着才20多岁吧，居然能成为孙神医的师尊，不可思议。你刚刚说你有办法证明死者的死因与这位老先生无关？没错。哦，你要怎么证明？很简单，让他自己说出凶手就行了。他的意思是让地上的死人开口说话。这家伙是疯子吧？死人怎么说话？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厉害的医术证明，没想到是个疯子。孙神医怎么认一个疯子当师尊？姓孙的，你从哪里找来的神经病？真是笑死人了！师尊，这人已经死透了，身上都有尸斑了，不可能开口说话了。这位先生，你要是再开这种玩笑，就是妨碍公务。谁说死人就不能开口说话了？天地为证，神明共听，三魂七魄听吾召请，急急如律令，归。哎呦，真活了！我的妈呀，死人都给治活了，不可思议！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绝对不敢相信这种事。来，跟大家说说，你是怎么死的？是你，王富贵，你这个畜生，把毒药灌进我的肚子里，我可是你亲弟啊！为了50万块钱，你连亲兄弟都杀，你还是人吗？畜生！我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原来真是这家伙害人，还想嫁祸给孙神医。呸！这家伙连亲弟都害，真是禽兽不如。真正厉害的还是孙神医的师尊啊！没想到连死人都能复活。难怪这人年纪轻轻，孙神医都愿意喊他师尊，实在太厉害了。他要是愿意收我，让我喊他老祖宗都行。你叫王富贵，你弟弟亲口指认了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他乱说的，他不是我弟弟，他被鬼上身了，是这个家伙搞的鬼，一定是他。长官，别信他，毒杀我的毒药被他埋在院子里了，就在院子的枣树下，我看到了。王富贵，这么急着跑，是想回去毁灭证据吗？不是，我没有跑，我回家收衣服啊。外面这么大太阳，你回家收衣服？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。哼，胡言乱语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他这是怎么了？他原本就是一具尸体，我只是短暂将他还魂。他看到你抓了凶手，心中执念散去，自然要魂归天外。多谢师尊出手相救，今天要不是师尊您在这里，徒儿一世英名就要毁于一旦。行了，起来吧，一把年纪了，别动不动就下跪。我今天来是找你有事。师尊有事尽管吩咐，徒儿一定做到。活神仙，我也想拜您为师，求您收留。对，还有我想跟你学本事。收徒，哎呦，消失了，真是神仙啊！这是真神啊！都怪你们吓走了老夫师尊，都滚，给老夫滚出去！师尊，原来您在这里。你这地方还不错。师尊要是喜欢，这间办公室以后就是您的，我绝不让任何人进来。我要你办公室干什么？我来找你有事。师尊尽管吩咐。我需要一批药材，这是清单，你去帮我弄来。师尊，这些药材我这店里就有，师尊稍坐，我这就为您取来。好，你去吧。你是刚刚那个把死人复活的神仙？海棠，别乱说话，这是你爷爷我的师尊，你要喊师祖。哦，师祖好。师尊，这是您要的药材。师尊，
这孩子是我孙女儿，名叫孙海棠。这孩子身体不太好，一直待在我这边养病，离不开人照顾。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他的心脏问题很大。师尊真是法眼如炬。师尊，我其实有话就说，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是我医术浅薄，连自己的孙女都治不好，别人喊我神医，实在是受之有愧。根据我的判断，海棠这孩子没多少日子了，恳请师尊出手救他一命。行，海棠，你过来。不要乱动。让他自己起来。爷爷，我没事。爷爷，我的心不痛了，我感觉好轻松，我被师祖治好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海棠，快给师尊跪下。老孙，你怎么又来这一套？师尊，您先是出手解决了我的危机，现在又救了海棠的性命。师尊，您的恩情我这辈子怕是还不完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孙乾这条命就是您的了。我也一样，多谢师祖救我性命，以后师祖让我当牛做马，我也愿意。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。算了，都给我起来吧，别耽误我的正事。师尊，您要炼丹，我知道哪有炼丹炉。师尊稍等片刻，我电话让人送来。只是炼一些普通的丹药，无需炼丹炉。去把所有药包打开。火来！师祖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雕虫小技而已。师尊，这就炼完了？对，你们也有份，一人一颗，拿着。师祖，这是什么丹药？只是普通的洗髓丹，有清理体内杂质、固本培元、强身健体的功效。你们一个年纪大，一个身体很弱，这种洗髓丹正好适合你们。多谢师尊赐药。好强的药力，我感觉年轻了至少20岁，这是仙丹啊！我感觉身体好舒服，没有那种提不上劲儿的感觉了。师祖，您这是仙丹吗？能夺天地之造化，让人立地成仙的丹药，才能配得上仙丹之称。洗髓丹只是普通的丹药而已。师尊，您太谦虚了，我觉得您随手炼出来的丹药就是仙丹啊！快，孙女，给师尊磕头，感谢师尊赐药。海棠谢过师祖赐药。起来吧，你们这喜欢贵人的毛病，以后得改改。对了，之前外面的事怎么回事？那个抬死人来医闹的家伙，不像是为了讹钱，应该是受人指使。师尊慧眼，没错，肯定是受人指使。而且我已经知道幕后指使者是谁了，用这种下作手段竞争，真是畜生！你知道就好，需不需要我帮忙？岂敢劳师尊大驾？那畜生也就这点本事了。师尊且放心，我孙乾混了这么多年，也是有人脉的，看我如何收拾他。行，我先回去了。这3天内，你们最好都别吃饭，好好吸收体内的药力吧。爷爷，师祖真是神仙啊！师尊他老人家肯定是修仙者，并且是修为极高的修仙者，说他是神仙也不为过。真是太厉害了，爷爷，我也想成为修仙者。海棠，我想把你送到师尊身边，当个端茶递水的丫鬟，你愿不愿意啊？丫鬟，端茶递水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让你去当师尊的丫鬟，还委屈你了吗？师尊是何等神仙人物，能给他端茶递水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信不信？只要师尊发话，想要给他当牛做马的人都排队到太平洋里。爷爷，您说的是，可我也不会干那些活儿。不会你不能学吗？这段时间你就好好学，回头我把你送到师尊身边去。你不是想修仙吗？只要你把师尊伺候的舒心了，还怕师尊不教你？
原来如此，爷爷，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你在这里歇歇，我去外面看看。秦姐姐，我今天碰到真正的高人了，一位非常厉害的修仙者。林天生，你去哪里了？买药材炼丹去了。炼丹？昨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现在的身体太弱了，不能跟我洞房。我炼了一些洗髓丹，先给你补补身体。讨厌，谁要跟你洞房了？拿去，3天吃1颗，吃1个月就行。好清香的味道，这真是你炼的丹药？当然。你就不怕我炼的是毒丹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是不会害我的。这丹药好厉害，我刚吃完就感觉肚子暖洋洋的，非常舒服。记得要3天之后才能吃第2颗，贪吃会肚子痛的。林天生，没想到你炼丹也这么厉害，我现在有点相信你是真的无所不能。姑爷，你回来了。何叔，你怎么对林天生这么……何管家仗着是9阶武者，又是苏家的老资格，平时为人很傲气的，也就在我爸面前会恭敬一些，怎么会对林天生也这么的恭敬，甚至是卑微？大小姐，我只是苏家的管家，姑爷是苏家的主人，尊卑有别，我自然要对姑爷尊敬有加。老何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回姑爷，是叶家送来的请帖。叶大小姐打算明天举办生日晚宴，顺便庆祝她康复，邀请大小姐和姑爷参加。苏然，要不要去赴约？当然要去，叶家可是咱们江南市第1家族，跟叶家搞好关系，对我苏家帮助很大。咦，是可心打来的，这个点他不应该在上课吗？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？你就是苏可心的姐姐苏然。你是谁？我妹妹的手机为什么在你手里？因为你妹妹现在在我手里，她是死是活，就看你接下来配不配合了。进来。经理，我刚刚查到苏氏集团的公户上多出了一笔30亿的资金。什么？30亿？我不是跟各大银行都打过招呼了吗？苏家哪来的钱？我们查到资金来源是叶家。叶家？苏家什么时候跟叶家扎上关系了？经理，有了这笔资金，苏家的项目就能顺利启动，我们的封杀不管用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是我，立刻启动备用计划，绑架苏然的妹妹。苏然，这位苏可心小姐是你妹妹吧？你们是谁？为什么绑架我妹妹？不要问这么愚蠢的问题。我们绑架苏可心小姐，当然是为了钱。好，你们要多少钱？什么？30亿？不多，30亿而已。我相信苏总裁一定能拿得出来。当然，苏总裁不给也行。我的几个兄弟早就对你妹妹缠得很，等他们玩够了，我会将你妹妹解剖，心脏、肾子都挖出来卖钱，身体再做成标本，留着慢慢欣赏。行，那就30亿。你又是谁？我是苏然的丈夫，苏可心的姐夫，林天生。你能做主？当然能，不过钱我们可以给，但是你一定得确保苏可心的安全。嘿嘿，没问题。我们主要还是求财，只要有钱，一切都好说。你给我们一个账户，钱需要分批打进你的账户里。在这期间，我们要每隔10分钟关注一次苏可心的状态。如果她受到一丝伤害，我们肯定不会继续打钱。爽快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账户马上发给你。这次的任务是我们干得最舒服的一次，不仅有精准信息提供，还有私人飞机接送，我感觉没有任何难度。没错，伙计，而且报酬足够丰厚。干完这一票，
足够我们好好潇洒一段时间。我要去度假。头，这个妞太正点了，我能不能先跟她玩玩？暂时还不行，不过只要钱到账，我可以把她先给你玩3天。哇哦，3天吗？真是太棒了！感谢头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姐，我好害怕，谁能救救我？怎么办？可心被绑架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恕我直言，就算把30亿给了，那些人也未必愿意释放二小姐。那应该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有我在，苏可心不会有事的。林天生，你有办法救可心吗？当然，我刚刚说给钱，只是为了拖延一下时间，避免在我出手之前，苏可心受到伤害。那要怎么做？需要我做什么？你现在立刻去苏可心的房间，找她的贴身之物，比如头发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这是在可心枕头上面找的，是她的头发。很好，你在家等消息就行。记住，每隔10分钟询问一下苏可心的状态，防止那些绑匪伤害苏可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万里追魂术，起！伙计们，为我们的任务顺利干杯！见鬼！外面有超人！才1杯就醉了，威尔，你就像个娘们儿。该死的，我没有看错，你们不信可以看看外面。你说的超人在哪儿，威尔？奇怪，我刚刚明明看到。你们是在找我吗？就是他，我刚刚看到的超人就是这家伙。我们现在在几千米的高空上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这家伙不会是魔鬼吧？少废话，给我干掉他！见鬼！他是魔鬼，他是打不死的魔鬼！你们打完了，那就到我了。别过来，魔鬼，不然我会杀了他！看来你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为了救这个女人。那么，你最好乖乖听话，不然我的枪是真会走火的。苏可心，我是你姐夫，我来救你了，别害怕，你姐在家里等你。该死的黄皮猴子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！想要救他，立刻从飞机上跳下去！你的伙伴们可以痛快的死去，唯独你不行，我会让你的灵魂在地狱里受尽煎熬。你敢动一下，我就开枪杀了他！是吗？你可以开枪试试。你不是要开枪吗？开啊！你这个魔鬼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动不了？苏可心，别怕，他不能动了，你过来。姐夫，谢谢你来救我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姐夫，你是仙人吗？算是吧。姐夫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要不是有你，我就……都是一家人，不必说这些。大小姐，你应该沉住气，有姑爷亲自出马，肯定没问题。何叔，你对林天生倒是很有信心啊。如果连姑爷都没办法救回二小姐，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是没有用的。
别哭，别怕，回来就好。姑爷，从您出去到现在半个小时，您居然就把二小姐给救回来了。对，林天生，你在哪里找到可心的？应该是在太平洋上空。太平洋上空，怎么会在那里？而且这里距离太平洋至少上千公里，半个小时你就能跑个来回。林天生，你没吹牛吧？姐，你别这么说姐夫，我可以作证，姐夫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是被人打晕的，等我醒来就已经在一架私人飞机上了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半个小时，林天生，你是怎么找到人，并且把人救回来的？姐，你不知道吗？姐夫超级厉害的，会飞。林天生，今天真是多亏你了。我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你对我说过，能嫁给你是我的福缘。现在看来还真是这样。咱们是夫妻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所以你真是修仙者？比普通修仙者要强那么一点点。我何其幸也，大马路上随便捡个老公都能这么厉害。不知道某人知道事情真相后会是什么想法？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他很快就要倒霉了。为什么？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？昨天叶婷刚给你们公司打了30亿，今天你妹妹就被绑架了，而且绑匪勒索的金额正好是30亿。林天生，你是说这件事的幕后主谋是林薇薇？林薇薇想要阻止你启动项目，就得让你的公司账上一直没钱。她有足够的动机。那架帮忙运送的私人飞机也是林家的。这个林薇薇，她是想要把我赶尽杀绝吗？我们好歹也是老同学，认识10年了。放心，你是我老婆，她既然敢针对你，我自然不会留着她继续害人。林天生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但是你别乱来啊！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到处有监控，你要是去暗杀林薇薇，肯定藏不住的。我不想你去坐牢。你这傻丫头，真是瞎操心。谁跟你说让一个人消失只能暗杀？不暗杀，难道是下毒吗？你忘了我是修仙者了？暗杀和下毒这种手段，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低端了。我有无数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可以收走一个人的生命，比如远程咒杀，或者干脆降下一道天雷，将整个林家铲除。林天生，能不能先不要动手？对待仇人，心慈手软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谁？我说了不准打扰我，给我滚！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贱人！如果你不是我亲妹妹，我今晚就会把你宰了。哥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问你，你给苏然找的男人，那个叫林天生的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啊，林天生，他就是一个白痴啊！白痴，蠢货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！这就是你说的白痴，你才是真正的白痴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强的火力，他怎么会没事？我来告诉你，林天生是修仙者，修为极高，已炼成金身不坏。叶婷的杀气也是他破解的，他至少是一位金丹期大能。什么金丹期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调查的他明明就是个孤儿！你这个该死的蠢货！你居然把一位金丹期的顶尖强者送到了苏然身边，这可是金丹期啊！叶家靠着巴结南山仙子就能成为江南市第一家族，而南山仙子也不过是筑基圆满境界而已。要是咱们林家有金丹期强者坐镇，整个南疆省都是咱们林家的天下。蠢货，你该死，你这是该死啊！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！哥，别杀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给你机会？苏家有了林天生，很快就要崛起，你让我怎么给你机会？哥，有机会的。林天生跟苏然才认识2天，他们的感情不深，我可以破坏他们的婚姻，把林天生变成咱们林家的女婿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哦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你能做到？能，我一定能。好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如果做不到，就算你是我亲妹妹，你会死得很惨。我的人，苏然，你这个贱人！没想到这样都能被你撞大晕，捡了一个金丹期的强者，
不过你别得意，林天生早晚会成为我的人。可心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我睡不着，我害怕。别怕，这是在家里，没人能伤害你。没错，这栋别墅我已经布下了法阵，飞进来一只苍蝇我都能察觉到。可我还是会害怕。刚刚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会想到今天的遭遇。别怕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林天生，要不你今晚去其他房间睡吧？可心估计有点创伤应激症，我陪她睡几天，等她慢慢恢复。行，那我去其他房间睡。姐夫，等等。怎么了？姐，就算跟你睡，我也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想跟姐夫睡。姐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对姐夫有什么非分之想，今天是姐夫把我救出来的，姐夫超级厉害的，待在他身边会让我有安全感，所以……我明白，可心，你这是创伤应激症的一种。林天生，要不你就去可心房里睡吧。行啊，只要你不介意就行。这有什么好介意的？又不是让你一直睡我妹，等可心恢复了，你再回来就行。那么，苏可心，走吧，你今天心神疲惫，早点去休息。好的，姐夫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林天生，你可别欺负可心啊，她是你小姨子，你千万别犯错。知道了。林天生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睡不着，是在想我吗？林天生，你不是陪可心睡觉去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给那丫头施展了幻术，她现在睡得很香，不到明天早上是不会醒起来的。而我知道，你肯定在想我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讨厌，谁想你了？林天生，我还以为你会在可心房里过夜呢。我们现在是夫妻，在我心里，你的位置最高，我会优先照顾你的感受。林天生，你真好。行了，睡觉吧。我现在真不能跟你洞房，你承受不住的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没想跟你洞房。可惜那丫头说的对，在你身边确实很有安全感，令人心安。那是因为到了我这样的境界修为，自身会有灵气环绕，你靠近我就会受到灵气滋养，自然会感到心安。如果你每天睡在我旁边，你会百病不移，健康长寿。原来如此，修仙居然有这样的好处吗？我也想修仙了。可以啊，我先帮你调养好身体，然后再教你修仙。林天生，你真好。睡吧。好。刚刚察觉到苏可心那丫头体内居然有毒，到底会是谁才能一直给苏可心下毒，而不被发现呢？我去上班了，今晚要去参加叶家的宴会，我给你定做了一套正装，下午送到家里来。可心，早啊，昨晚休息的怎么样？讨厌鬼姐夫，昨晚居然趁我睡着就跑回去陪姐姐了。我是你姐夫，我跟你姐是合法夫妻，我回房陪她有什么不对吗？他说的有道理，我确实不该生气的。可我早上醒来没看到你在，还是有点害怕。你穿练功服，是在练武？是啊，何叔是我师傅，我一直跟着他老人家练武。二小姐，你的药汤熬好喽，快点趁热喝吧，
姑爷，您也起了，我这就让厨房为您准备早餐。不用了，你手里的药汤就挺香了，正好我想喝，拿来吧。可是，这是二小姐的药汤，姑爷，要不我让厨房给您再做一碗？你让厨房给可心再做一碗吧，这碗先给我。这不太好吧，姑爷？二小姐的药汤加了一些药材。何管家，你怎么回事？一碗药汤而已，我还不能喝了。何叔，既然我姐夫想尝尝，你就先给他吧。那好吧。哎呦！何管家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可能是脚底在厨房沾了油，加上这地砖太滑了，一不小心滑了一下。以后得小心了，你好歹也是武者，要是摔坏了身子，未免可笑。姑爷说的是，幸亏姑爷是修仙者，不然这碗药汤就浪费了。为了不让我喝这碗药汤，连滑倒的招数都使出来了。看来这个何管家有很大的问题。不过我可是仙王，在我面前使用如此低级的手段，真是可笑。味道一般般啊，何管家。我以为你藏着掖着不让我喝是什么好东西呢，也不过如此。姑爷说笑了，您是神仙中人，自然是看不上咱们这些普通人的东西。确实很普通，下次给你弄点灵饮尝尝。灵饮？那是什么？好喝吗？等你喝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进。苏总，外面来了2个人，说是您的家人。哦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？女的叫苏可欣，男的姓林，叫林天生。快去请他们进来。还有，以后看到这2个人，立刻请来我办公室。我明白了，苏总，这就去请。2位，里面请。天生、可心，你们怎么突然来公司了？问姐夫吧，是他说要来的，还非得拉着我一起来。我想问一下，关于何管家的事，你们都知道多少？详细一点的。何叔嘛，他来我们苏家几10年了，一直是忠心耿耿，对待我跟可心，更是像自己孩子一样，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是吗？那他为什么一直给可心的药汤里下毒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林天生，你别开这种玩笑啊！对啊，姐夫，何叔对我可好了，怎么会下毒害我？而且我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。你们觉得我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吗？林天生，我们肯定相信你，只是这件事事关重大。苏可心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从小就开始练武了？明明天赋还不错，却卡在3阶武者的境界，迟迟不能突破。每次练武，明明感觉体内真气有长进，但是很快又消失不见。对，姐夫你说的都对。这么说，何叔真在可心的药汤里下毒？没错，如果在饭菜里下毒，那屋里所有人都会中毒。只有药汤里下毒，才可以只毒可心一人。难怪每次我不想喝药汤的时候，何叔都会态度强硬，逼着我喝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个问题，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才对。天生，你是怎么发现何叔有问题的？昨天晚上，我哄可心睡觉的时候，意外发现可心体内有一种慢性毒素。原来姐夫昨晚摸我是在给我检查身体啊！那种慢性毒素需要长期投喂才有效果。当时我就在怀疑可心身边有歹人。今天早上我正好看到何管家端着一碗药汤要给可心喝，我就说想尝尝那碗药汤，没想到何管家却一直推三阻四，不想给我喝。对，这个我可以证明，当时何叔真的很奇怪，一碗药汤而已，为什么一直不给姐夫喝？因为他知道修仙者比较厉害，害怕他下的毒
被我发现。原来如此，那后来呢？药汤你喝了吗？喝了。啊！你都猜到里面有毒了，你还要喝？区一点慢性毒药对我根本没有任何影响。真没事吗？当然没事，我的身躯是不朽金身，天上地下能够伤害我的毒药只有因果之毒。所以何叔给我喝的汤药里真的有毒？没错，那碗汤药喝到嘴里，我就察觉到里面加了慢性毒药。不过让我有些奇怪的是，里面的毒药并不致命，只是会让你丹田存不住精气，导致你武道境界无法提升。何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他难道不知道成为宗师武者是我的梦想吗？我本来想一个人来公司，不过今天早上我强行喝了那碗药汤，应该也让何管家警觉了。我担心他会狗急跳墙，把可心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安全，所以一起带过来了。天生，你做得对。如果何管家真的有害人之心，可心这丫头一个人留在家里确实不安全。关于何管家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何叔他为苏家效力几十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。你是受害者，你怎么说？我觉得何叔说不定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要不把他赶走算了。天生，我们是不是太心软了？善良是美德，没什么不好的。至于何管家的处理，就看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吧。那可心中毒了怎么办？对啊，姐夫，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解毒？我想继续练武。解毒当然没问题，不过练武恐怕不行。啊？难道是因为中毒后遗症吗？可是我真的好想成为武者，姐夫。傻丫头，你误会了，区一点凡毒要解决掉根本不难，你也能完全恢复健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练武没啥好的，回头我直接教你修仙。修仙？真的吗，姐夫？我也可以修仙？当然可以，你的体质不错，算是先天道体，天生就适合修仙。真是太好了，我也可以修仙了！我要像姐夫一样厉害。姐夫，你真好。你这丫头小点声。天生，我也想修仙，可以吗？你的体质要比可心差一点，不过有我在，修仙自然没问题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能放下苏家的产业吗？毕竟修仙是要非常专心的。我并不贪恋现在的地位，只不过眼下苏家的产业还没有走上正轨，我确实不能撒手不管。天生，你先教可心吧，我过2年再说。没问题，那我先给你炼点丹药，帮你调理身体。姐夫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先把你体内残余的毒素清理掉吧。苏然，你这办公室里有可以洗澡的淋浴间吗？有。天生，你要洗澡吗？不是我，是待会儿可心这丫头排毒出来身体会很脏，需要及时洗澡。姐夫，这就开始了？别动。不要！怎么回事？我控制不住屁股。不错，洗干净了，不臭了。我这里有香水，待会儿给你喷点。都怪姐夫，突然就给我排毒，害得我好丢人。这有什么好丢人的？你小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不湿呢。天生也是你姐夫，都是一家人，怕什么？现在感觉如何？我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。姐夫，这效果也太快了吧！毒排掉了，效果当然快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修仙？修仙的事儿回头再说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去换衣服，咱们去参加叶家的晚宴。天生，你也换套衣服吧，给你新买的正装，我让人送到这边了。行。姐夫，你们俩真是金童玉女，男的帅，女的靓，太般配了。走吧，咱们出发。至于何管家，等我们参加完叶大小姐姐的生日宴，再回来处理。哇，来了这么多人，叶大小姐的排场真大。听说今晚整个银河酒店都被叶大小姐包下来了，江南市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接到了邀请，这里只是普通宾客，贵宾要去楼上。姐，那咱们算贵宾吗？能去楼上吗？以咱们苏家在江南市的财力和地位，距离贵宾应该还有不少距离。没关系的，姐，在这里也蛮热闹。姐，我会努力的，让咱们苏家成为江南第一家。好，我的妹妹真有骨气。姐，我想去洗手间，你陪我一起好不好？行，天生，你自己先在这里待一会儿，
我陪可心去洗手间。你们去吧。林天生，真是你啊！你是？怎么，才1年多没见，你就把老同学给忘记了？老同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张小慧。切，才1年没见而已，你是真能装。主要是你变漂亮了，我一时没认出来。实际是我已经在仙界待了万年，还能记得住你，算我记忆超群了。算你小子会说话。哎，对了，林天生，你还记得你的初恋女友柳青青吗？她今天也来了哦。是吗？青青，我走了，保重。林天生，你想不想再见见柳青青？当年你们俩的爱情真是令人羡慕。没什么好见的。怎么了？当年你们俩可是最令人羡慕的一对，就算后来分手了，也还有点感情吧？张小慧，青青，你来了。是的，刚到。怎么没见你先生？在外面停车呢，马上过来。对了，青青，快看这是谁？刘青青，好久不见。林天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青青，林天生应该是跟他老板过来的，和我一样，只能在普通厅，不像你可以去贵宾厅看到叶大小姐。原来如此，林天生，1年多没见，你终于知道要往上爬了，不错。在聊什么呢？亲爱的，我看到了2个老同学，所以聊了2句。哦，老同学，难得见面，是该好好聊聊。天生，你们来了。哎呦，苏总，你好，你好，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你。你是？我是慕容博，天虹集团总经理。我们认识？不，第一次见面。苏小姐，你是江南市第1名美人，我对你仰慕已久，不知道能不能请苏小姐共进晚餐？慕容经理，你不是青青的老公吗？你怎么……哎，这位小姐，话可不要乱说。我跟柳青青目前只是恋人关系而已，没领证结婚呢。我可以算是单身。抱歉，这位慕容经理，我已经有老公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看到过新闻，说咱们江南市的第1美人苏然嫁给了一个穷酸小子，想必就是这位了吧？苏小姐，你跟他领证的内幕大家都清楚，不过是受凌家逼迫而已，不必当真。只要你愿意陪我一晚，让我尝尝第1美人的滋味，或许我慕容家能帮你苏家渡过难关。你是在找死吗？哼，穷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横尸街头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死肥猪，敢这么跟我姐夫说话？小丫头，你又是谁？她是我妹妹。苏小姐，令妹家教不行啊，要是你教不好，不如交给我，让我调教调教。死肥猪，你也配？死丫头，不准再骂我肥猪！肥猪，死肥猪，你比肥猪还让人恶心！苏总，立刻让你妹妹给我道歉，否则我会动用慕容家的资源，狙击你们苏家的产业。如果是那些大家族说这话，我会害怕。你们慕容家还不够格，所以我妹妹说的对，你就是一头令人恶心的死肥猪。真不知道什么眼瞎的女人才能看得上你。好，很好。姓苏的，咱们走着瞧。哎呦，这不是叶大小姐吗？她怎么下来了？叶大小姐真是风采照人啊！现在叶大小姐是叶家的掌舵人，谁要是能娶到叶大小姐，那可真是3生有幸了。叶大小姐能在这里看到您，真是荣幸啊！
请问你是？我是天弘集团总经理慕容博，我代表家父恭贺叶大小姐身体康复。多谢，麻烦你先让让，我要迎接今晚最尊贵的贵客。最尊贵的贵客。林先生，叶婷不知道您已经来了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林先生恕罪。叶婷，我现在很生气，非常生气。是叶婷该死，林先生息怒，请林先生明示，是叶婷哪里做错了？怎么回事？叶大小姐怎么会向一个年轻人跪下？那个年轻人是谁？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？没想到江南市还有这么厉害的年轻人物，连叶大小姐都如此惧怕。哼！林天生居然这么厉害，他一生气能把叶大小姐吓成这样，这怎么可能？姐，叶大小姐怎么会这么怕姐夫？嘘，等会儿再说。叶婷，本座愿意来参加你的宴会是给你面子，你却没做任何提前安排，导致我的妻子苏然遭受跳梁小丑羞辱威胁，以及我的小姨子被人辱骂，这就是你的过错。是谁？谁这么大胆？就是那位天弘集团的慕容经理。不是我不是故意的。林先生，请给叶婷一次机会，叶婷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希望你的表现能让我满意。来人，把这个畜生给我乱棍打出去！饶命啊！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叶婷在此宣布，从此刻起，全力狙击慕容家的所有产业，我要让整个慕容家在江南市除名。所有跟慕容家有合作的，请在24小时内完成切割，否则将会被视为慕容家的同伙，承受叶家的怒火。这宣言太霸气了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叶家真能做得到全面封杀慕容家吗？肯定能啊！叶家可是咱们江南市第一家族，慕容家算什么东西，连前50都进不去。看来那位林先生来头极大，竟然能让叶大小姐说出这样的宣言。你们是跟那头肥猪一起来的？不是，我不是啊，我是跟我老板来的，我们跟慕容家没有瓜葛。行了，不知道林先生对这样的交代满不满意？起来吧，带我去吃饭，我肚子都饿了。林先生，还有苏小姐，这边请，我这边为各位准备了专门的宴会厅。没想到1年不见，林天生居然这么厉害，连叶大小姐都这么怕他。青青，当初你不该放弃林天生的。我没想到林天生会有这样的造化。现在人家有老婆了，而且他老婆还是咱们江南市第一美女，后悔也没用了。青青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跟慕容家切割清楚，免得被叶家误伤啊。叶家是庞然大物，不是咱们能惹的。我知道。对了，青青，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听说你在天弘当秘书，现在天弘集团马上要倒了，你也得尽快离职吧。原本你是同学当中混得最好的，大家都要仰望你。没想到一转眼你连工作都要没有了，而林天生却成了顶天的大人物，真是天意弄人啊！够了，张小慧，你少在那阴阳怪气的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当初你看不上林天生，选了个有钱的肥猪，结果呢？林天生才是真正的潜力股，而你的大肥猪马上就要完蛋了。我提醒你自保，还有错啦？让你平时装模作样高人一等，气死你，活该。你叫柳青青，是林天生的初恋女友。你是谁？刚刚里面发生的一切我都看见了。怎么样，林天生现在是不是很威风？你很后悔当初甩了他吧？这是我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我有办法让你回到林天生的身边。欢迎林先生、苏小姐。叶大小姐，您弄的这阵仗未免也太大了吧？这不算什么，以林先生的身份肯赏脸过来，才是我叶婷的荣幸。所以这一层是专门为林先生和苏小姐准备的，其他宾客都进不来，以免几位的用餐雅兴被打扰。你有心了，让人上菜吧。姐，叶家真好啊，居然拿出一整层的宴会厅用来招待姐夫，确实好的没人性。姐，那位叶大小姐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姐夫啊？应该是知道你姐夫是修仙者，看来修仙者的厉害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大，还要重要。太好了，有姐夫教我，我以后也会成为修仙者。柳青青，今年24岁，现在的你刚刚失去了重要的靠山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，甚至还有可能会被叶家迁怒，遭遇横祸。不过这些我都能解决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能保你富贵。你怎么知道我的信息？连年龄都知道？以我掌握的势力，要查一个人的身份，跟喝水一样简单。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？我叫林微微。你是林大小姐？你知道我，那就更好办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替我做事？林小姐，你刚刚说能让我回到林天生身边？当然能，只要你听我的话。可是林天生都已经结婚了，他们能结婚还得靠我，我能让他们结婚，也能破坏他们的婚姻。吃饱了真舒服啊，给我坐好，像什么样子？二小姐是真性情。叶婷，你搞这么大排场，不单单是为了请我们吃饭吧？林先生真是慧眼如炬，确实还有一件事。林先生，我体内的煞气被你破解之后，立刻惊动了我的师父，他对您这样的绝世高人很好奇，想见您一面。你师父是谁？是南山仙子。没听过。算了，他人在哪儿？就在隔壁。那就让他来吧。林先生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请我师父过来。我听过南山仙子很厉害的，叶家就是因为有南山仙子当靠山，才能成为江南市第一家族。是吗？那你苏家有我，以后能成为全球第一。南山小道见过林前辈。筑基圆满，难怪连叶婷身上的煞气都解不掉。林前辈说的是？今年多大了？修炼了多少年？30有2，修炼20载。20年的修炼生涯，才筑基圆满，天赋太差。林前辈教训的是？你要见我，无非是想问前路。我这里有2个选择，看你怎么选。林前辈请说。第一，我可以直接打通你的神宫脉，让灵气进入你的神宫，温养灵魂，成为聚魂境修士。别急，还有一条路。你修炼的炼气功门太垃圾了，我这里有一篇王级炼气功法可以传授给你，不过你要先散功，从头开始修炼。这2条路，你想选哪个？小道想选第一个，进入聚魂境，希望林前辈成全。哦，王级心法都不想要，到时候有王级心法在，突破境界也会如有神助。前辈之前说的对，我的天赋有限，恐怕就算给我王级心法，我也无法成就金丹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再折腾？不如直接进入聚魂境，早些体会聚魂修士的风采。你倒是看得透。也罢，既然是你的选择，我自然成全。过来吧，脱去上衣，背对于我。
神功已通，立刻运功。走吧。走？南山仙子不用管了吗？他已经进入聚魂境，现在是在忘我的修炼，不用管他，别去打扰他就行。哦，那走吧。我送几位出门。感谢林前辈再造之恩。咦，林前辈呢？师父，在你进入忘我的修炼时，林先生就带着家人走了。林前辈真是绝世高人啊！我之前预估严重错误，恐怕这位林前辈远远不止金丹境界。什么？不是金丹境界？那会是什么境界？金丹境界的修士大能，虽然能成为一方霸主，实力恐怖，但是还远远做不到刚刚的壮举，居然能直接帮我打通神功，助我进入聚魂境，简直不可思议！师父，你真进入聚魂境了？是啊，卡了为师7年之久的瓶颈，刚刚终于突破了，被林前辈强行打破的。我现在也是聚魂境修士了。太好了，师父！我听说聚魂境之后，寿命能增加50年到100年。是啊，真得好好感谢林前辈啊！如果不是他，可能我这辈子也无缘进入聚魂境。林先生真是太厉害了，不知道他是什么境界。林前辈的修为深不可测，恐怕连元婴修士不如他，应该是传说中的化神期顶尖大修士了。什么？化神？那不是传说中的境界吗？居然真有人能达到！上古时期，化神修士还是出现过的，现在是末法时代，确实有上千年没出化神修士了。师父，那么化神之上呢？会是什么境界？渡天劫，成真仙。渡劫成仙，真是令人向往。徒儿，你要牢牢记住，那位林前辈绝对不能得罪，哪怕他灭了叶家全族，你也不能对他有半点记恨，明白吗？化神修士非常恐怖。明白，徒儿谨记师父教诲。破镜之恩我不能不报，下次你再帮我约一下林前辈，我要单独感激他一次。师父，你想怎么感激？不会是打算以身相许吧？终于回家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不愧是在苏家潜伏了几十年而不被发现的人，心思果然紧密。天生，你是说何管家他已经发现了什么？对，他正坐在院子里等着我们呢。什么？他难道要跟我们鱼死网破？不像，院子就何管家一个人，就算他想鱼死网破，在我面前也是徒劳而已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当然是回家呀。怎么，有我在，你还怕他吗？可心，过来。姐夫，有事吗？何管家是你师父，也是害你的人，你跟何管家有大因果，所以今晚就由你来跟他做个了断吧。我？怎么，不敢？没有不敢，只是我只有3阶武者的实力，何叔可是9阶武者，更别说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是何叔教的，我恐怕连他的一只手都打不过。我既然敢让你去，自然有办法提升你的实力，而不是让你去送死。姐夫，你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我的实力吗？当然。太好了，姐夫威武！不过是暂时的，你睡一觉就会恢复原状。拔苗助长对身体有害，我肯定不会用在你身上。只有今晚有效啊。行吧，那就这样吧。姐夫，我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，太神奇了。你现在应该是武者宗师圆满，只差一步就能成为炼气士。太好了，有这样的实力，我肯定能打赢何叔。最好不要掉以轻心哦。虽然何管家的境界不如现在的你，但是人家活了一把年纪，战斗经验肯定非常丰富。我不怕，就算我打不过，还有姐夫在。林天生，
你还真是无所不能啊。走吧，咱们去会会这位何管家。大小姐、二小姐还有姑爷，你们回来了。何管家这是什么架势？姑爷何必明知故问？想必二小姐体内的毒已经被你解掉了吧？你这老家伙倒是不蠢。姑爷，您下午出门带上了二小姐，我就明白，您已经知道了一切。修仙者果然厉害啊！即便是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，也无法逃过您的法眼。你弄的毒药确实有点东西，要是普通修仙者，说不定就被你骗过去了。但我不一样，我修为高，是你无法想象的存在。姑爷确实厉害，上次的绑架事件，姑爷能在半小时内跨越千里救人回来，我就知道姑爷的修为深不可测。不过，姑爷未免防范心太重，我从没想过要害二小姐的性命，所以就算姑爷不带走二小姐，我也不会伤她。你这老狗真会说笑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突然发疯，要鱼死网破？当然要防着你狗急跳墙。姑爷言之有理，小心无大错。何叔，我们苏家待你不薄，我也一直对你敬重有加，你为什么要下毒害我？何叔，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吗？错的不是你们，是苏星河。我爸怎么了？他不是对你有救命之恩吗？救命之恩，那是他为了拆散我跟小梅，故意派人追杀我，然后又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救我，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跟我妈还有瓜子，不错。我跟小梅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是你爸从中作梗，用奸计拆散了我们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爸怎么会是那种人？大小姐如果不信，尽管去问苏仙河。既然你恨的是苏星河，为什么要对苏可心下毒？他只是个孩子而已。那是因为苏星河还害死了我儿子，我本来也想要让他尝尝丧子之痛，只是后来良心发现，没有忍心害二小姐的性命，只是抑制了她的武学天赋。你这种人，我只能送你2个字：有病。我也是苏星河的女儿，你为什么只害可心不害我？因为二小姐长得7分神似苏星河，只有大小姐你和当初的小梅一模一样。大小姐，二小姐，你们如果不是苏清河的孩子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可心，看你的了。何管家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却下毒害我，我要向你挑战！二小姐，你的气息旺盛，精神饱满，连太阳穴都已隆起，难道你成武道宗师了？对，何管家，没想到吧？就算你下毒害我，也阻止不了我变强。这是姑爷的手笔吧？姑爷果然是神仙中人，连这种事都能做得到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别烦我姐夫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交代我会给，不过比武就不用了。什么意思？何叔，你怎么了？他在嘴里藏了毒药，准备服毒自尽。何叔，何必如此？我们没想要逼死你啊！是啊，何叔，我就想打你一顿出出气，然后你就可以走了。我做了错事，这是我罪有应得。大小姐、二小姐不必介怀。大小姐，你千万要小心凌驾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没想走到这一步。这个结果对他来说，或许才是最好的。否则你们把他赶出去，他一个孤寡老人，在外面也不适应。我跟可心都是他看着长大的，真是不忍看到他这样的结局。何管家是为了赎罪，听他遗言的意思，他跟林家也有勾结。难怪我们公司的内部机密，林家会知道。原来……现在就别说这些了，死者为大，早点安排，让他入土为安吧。好，我这就通知人过来处理。何叔，虽然你下毒害我，但是我现在不恨你了，你安息吧，我会经常去祭拜你的。姐夫，早啊！早，你要不要看看时间？现在都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，你再睡一会儿，就可以起来直接吃午饭了。人家昨晚失眠了嘛，你又不肯陪人家睡觉。对了，你爸呢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
他都不露面。我爸那个人确实不爱管这些事儿，特别是他退休之后，就很少出来了。厨房里给你留了早餐，你去吃吧。好的，姐夫。姐夫，是谁给你打电话？不知道，陌生号码。哪位？林天生，是我，刘青青。有事吗？林天生，我想见你一面，可以吗？这声音一听就是个狐狸精，我得替我姐看好姐夫。见面？没这个必要，有事直接在电话里说。林天生，当初是我不辞而别，我知道你肯定很恨我，不过我们好歹也相恋了4年，请看在这4年感情的份上，和我见一面。我想给咱们的感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行吗？相恋4年，这是姐夫的前女友？没必要。还有其他事吗？林天生，你真的要这么不近人情吗？我不近人情？刘青青，收起你的小把戏，告诉你身后的人，再敢跟我耍心眼儿，小心永世不得超生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不必惊讶，现在的林天生可不是你之前认识的穷小子了。他消失的那一年，肯定遇到了天大的机缘，才能让他脱胎换骨，成为深不可测的修仙者。修仙者，那不是小说里瞎编的虚构职业吗？刘青青，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，也更精彩。真是一个土包子，要不是看你还有点利用价值，早就让你滚蛋。所以1年多不见，林天生已经成为修仙者了。纠正你一下，是非常厉害的修仙者，至少在金丹境界以上。要不然你以为叶家的大小姐叶婷为什么要那么害怕林天生，甚至是当众磕头？说句不夸张的话，只要林天生愿意，整个江南市的女人都想爬到他的床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林天生既然这么受欢迎，肯定看不上我了。我本来也没指望他能看上你，他现在的老婆是江南市第1美人，除非眼瞎了才会看上你。那你找我干什么？故意让我被人羞辱吗？你还是有点用的，毕竟跟他谈了4年，他看在过往的份上，也不会对你使用过激的手段。只要你能把他约出来，后面的计划就由我来实施。可是他刚刚已经拒绝我了，还怎么约啊？把你的裸照发给林天生，实在不行，你拍个割腕自杀的照片给他，求他见你一面。总之，一定要把他骗出来。不行，我不会这么做的。柳青青，林天生原本是你的男人，现在他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陪在他身边的却不是你，你甘心吗？难道你真想灰溜溜的离开，永远过着下等人的生活？我不甘心。这就对了，只要你听我的，你就能成为林太太，甚至是成为整个江南市最耀眼的女人。江南市最耀眼的女人。你这丫头都盯着我半个小时了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看看某人是不是想要对不起我姐。刚刚的电话你不也在旁边听着吗？我哪里有对不起你姐的意思？再说了，你姐是江南市第1美人，你也不差，我根本没必要去外面沾花惹草。这还差不多，算你过关。姐夫，你要去哪儿？3天之期已到，该去收账了。虎哥，这2天场子里来了好几条大肥鱼，收益很好，已经赚了6、7千万了。不错，拿出3成分给弟兄们。谢谢虎哥。对了，虎哥，之前咱们在苏家碰到的那人，根据约定，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。怎么，
你还想让我真拿10个亿给他？当然不是，虎哥，我的意思是，那个人很厉害，有可能会找上门，咱们不得不防啊。我当然知道，并且早有准备。这次我请来了3位宗师强者，还有1位炼气士坐镇。只要那小子敢来，一定弄死他。炼气士是传说中的修仙者吗？没错，就是修仙者。虎哥牛逼，连修仙者都能请来。那是当然，我赵虎10几岁就出来混，不是白混的。万一那小子不敢来怎么办？不来，那我就打上门去。上次没尝到第一美人的滋味，今晚一定要尝尝。是吗？我来了，在哪里？快把人给我找出来！长老，快救我！小赵，别害怕，有老夫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区区传音之术，雕虫小技而已。阁下出来吧，我已经知道你的位置了。是吗？他是怎么出现的？太神奇了！这是真正的仙人啊！这种出现方式，他是人是鬼？反正不是咱们能招惹的存在。大家别怕，我们有张老在，张老是真正的修仙者，一定能对付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。张老，修仙者，区炼气士也敢称修仙？小老儿有眼不识高人，请前辈恕罪。不是长老，你怎么就跪了？你跪了，我怎么办啊？长老，前辈折煞我了，小老儿哪敢在您面前放肆？前辈叫我小张就行。好，小张啊，你今天来是为这个赵虎出头的，想当他的靠山？前辈说笑了，我不认识此人。长老，我花了几千万请你过来，你就这样把我卖了？哼，这个白痴跟老夫的性命比起来，几千万算什么？眼前之人修为深不可测，老夫可不想死在这里。长老，你这么没有职业道德，你怎么跟三爷交代？李老三那边，我自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吵！大哥，我赵虎知错了，求您给个活命的机会，10个亿我马上给。之前给了你3天时间，你都没露面，现在已经晚了，而且你一直打苏然的主意，我不可能再留你。别，大哥大佬，饶命啊！小张，虽然你跪得很快，但是你今天出现在这里就有问题，不是你3言2语就能糊弄过的。前辈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赵老板，对不起了，借你人头一用。天生怎么还没回来？可心，你姐夫有说去哪里吗？姐夫没跟我说，只是说3天之期已到，他要去收一笔账。3天期限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个赵虎。姐夫，天生，就等你开饭了。下次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先吃饭。天生，你是去找那个赵虎了吗？对，我给了赵虎3天时间，让他花10亿买命。今天到期，他却没来，自然要收拾他。不过这个赵虎暂时还有点用，我最终还是留了他一命。你其实是为我出头吧？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我为你出头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，林天生，有你真好。以前我都是一个人扛着压力，周围全是觊觎的目光，我每天过得提心吊胆，那种日子实在太累了。以后有我在，我可以为你遮风挡雨。我知道。你们俩秀恩爱，能不能回房间里秀啊？
天生，怎么了？碰到了一个自以为是又非常愚蠢的苍蝇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个柳青青。柳青青是谁？姐夫的前女友。林天生，我不想活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在临走前见你最后一面，行吗？我给你发个地址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将死之人，过来见我最后一面。别演了，林薇薇在你旁边吧。让她接电话。林天生怎么会知道林小姐在这里？他是有千里眼吗？这有什么？别忘了，林天生是修为极高的修仙者。那我怎么说？装不知道。林天生，林薇薇又是谁？我怎么没听明白？不是想见我吗？想见我就让林薇薇说话。林先生，我是林薇薇。第一次见面，林先生应该是刚修炼完出关吧？我却把您当成了白痴，是我有眼无珠。我在这里郑重地向林先生道歉。你找柳青青这个蠢货是为了设圈套针对我吧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林先生果然是神仙之人，什么都瞒不住您。其实我对您并无恶意，我只是想跟林先生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谈什么？林先生，苏然并非是您的良配，她也就仗着有一副好皮囊，其他方面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掌握的资源，在整个江南市都排不上号。姓林的，我姐姐就算再怎么不行，也比你这个丑八怪好。哟，这是苏二小姐的声音。那么苏然也在旁边吧？苏然，你听好了，我承认是我看走了眼，把林先生这样的优质高人推到了你的身边。不过你也别高兴太早，以你的条件是完全配不上林先生的。配不配得上，不是你说的算。林先生，您是神仙中人，何必要在意一副皮囊呢？如果您喜欢美女，我能给你找来1000个，甚至是1万个美女，供您挑选。代价呢？只要你愿意娶我，成为林家的女婿就行。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。林先生可以认真考虑一下，结婚之后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我们林家的资源也供您挥霍，这不比苏家强多了吗？林薇薇，你真不要脸！苏然，你还是这么的天真。林先生这样的高人，怎么能以世俗眼光看待呢？古代帝王都能3宫6院72妃，林先生的身份可是要远超帝王的。林薇薇，你不是答应我，会让我再次成为林天生的女人吗？为什么现在说这种不要脸的话？你是在利用我？还算没有蠢到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能配得上林先生？这里能配得上林先生的，只有我，林家大小姐。你们俩别争了，林薇薇。我在呢，林先生您说。我小姨子说的对，你就是个丑逼，并且心肠歹毒，令人作呕。我老婆苏然跟你一比，她就是天仙，而你只是个癞蛤蟆，明白吗？姐夫，骂得好。林天生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竟敢这么羞辱我！我要跟你不死不休！你等着吧，我会找人杀死苏然，再杀死苏然妹妹，所有你珍重的一切，我都会把它毁掉。是吗？那我也不能留着你了。你想杀我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就算你是金丹期的修仙者，又能如何？我有暗影大人给的护身符，你拿我没办法的。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苏然惨死在你面前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我不是什么金丹期修仙者，我的强大是你无法想象的。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感到头晕，并且流鼻血了？林天生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刚刚对你施展了一个小法术，名叫无影咒杀术，是一个不入流的旁门左道术，不过用来对付你刚刚好。接下来你的头会越来越疼，一直到你的脑袋彻底爆开。我的头痛！林天生，我错了，你快停手啊！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明白自己要死了。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。救
突然找我有什么事？悟性大人，请帮忙看看我妹妹。她怎么了？她刚刚被人下诅咒了，说是什么无影咒杀术。诅咒？我来看看。好厉害的诅咒术！施展此术的是何方神圣？无影大人，连你也无法解除吗？解不了，这种强大的诅咒术，起码是元婴期强者才能勉强施展。别说我现在只是一个分身，即便是我真身前来，也无法解除。你这个妹妹，今天死定了！快点说，对你妹妹施展咒术的是何方神圣？他叫林天生，属下已经查清楚，之前叶家叶婷身上的煞气也是此人解掉的。属下之前怀疑此人是金丹期强者，现在看来大错特错。林天生，没听过修仙界有这样的强者，他是怎么施展咒术的？当面施展的吗？不，他是通过手机打电话施展的。什么？通过电话施展？这是什么手段？无影大人，这很难。难？呵呵。这已经不是难不难能形容的了，这是神仙手段。此人的真正修为，恐怕还要在元婴境之上。凌风，你给我记住，千万不要招惹此人，否则我也保不住你。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林薇薇再蠢，那也是我的亲妹妹，你害死了她，现在还想活？不关我的事儿，是你妹妹找上我的，是她想利用我把林天生变出来，而且杀她的是林天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妹妹死了，你活着还有什么用？去给我妹妹陪葬吧。不要！我不想死！不管你今天说什么。都得死！不能杀我，林天不会放过你的！你什么意思？林天生会在意你？不管怎么说，我跟林天生也谈了4年，而且我还是他的初恋，有这4年感情在，他多多少少也会在意我一点。要不然为什么刚刚只诅咒你妹妹，没有诅咒我？刚刚那个黑色的鬼脸也说了让你不要招惹林天生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林天生现在还在不在意我。你要不要赌一下，杀了我试试？给我滚！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菜吗？姐夫，你刚刚说的什么诅咒，真的有效吗？当然有效，并且被我亲自下的诅咒，全世界都没人能破得了。这么说，林薇薇是死定了？对，必死无疑，而且会死得很惨。你们应该很快就能得到林薇薇意外身亡的消息。唉，堂堂林家大小姐落到这一步，也是令人唏嘘。姐，她是咎由自取，你怎么还同情上了？忘了她是怎么逼迫你的了？我其实不怪林薇薇，要不是因为她，我也不会嫁给你姐夫。那是你运气好，大海捞针捞到了姐夫，换个人，你早就成江南市的笑柄了。可心，你说的对。姐夫，那个柳青青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什么怎么处理？她跟我又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柳青青是你前女友啊，听说还是你的初恋，你心里对她没有什么想法？你想多了。论外形，论条件，苏然比柳青青强了10000倍。我有这么好的老婆在，对柳青青还能有什么想法？初恋啊，总归是不一样的。就算你没想法，柳青青可不一样，她一直纠缠你，明显是想跟你旧情复燃。放心吧，经过今晚这事儿，柳青青不会再来纠缠我了。为什么？刚刚跟林薇薇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听到她那边有3个呼吸声，除了柳青青和林薇薇之外，另外一个人应该也是林家的人。现在林薇薇死了，柳青青还能不能活命都不知道。林家的人
应该不会放过他。啊，这你都能听见？姐夫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姐夫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算一算柳青青的命数。咦，居然没死，看来她变聪明了一会儿。姐夫，他能没事，肯定又拿你当挡箭牌了。应该是这样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算到他以后会在一个小县城里孤独终老，应该是被今晚的事儿吓破了胆子，不敢在江南市出现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姐，还有姐夫，你们俩光领证，婚礼还没办吧？要不要办一场婚礼啊？办婚礼？对啊，你跟姐夫之前领证的事都被媒体宣扬了出去，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你是嫁给了……不如办一场婚礼，打消那些风言风语。可心说的对，是该办一场婚礼。我听你们的。苏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二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叔，我在这里。别叫我二叔，我没你这种侄女。二叔，你干嘛呢？无缘无故的，为什么跑我家发火？无缘无故？你问问你的好姐姐，她今天下午干了什么？姐，你干什么了？我把二叔在公司的职位开除掉了。苏然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你爸都不敢这么做。二叔，我为什么开除你？你应该心里有数才对。这些年，你在公司身居高位，拿着高工资，却什么事都不干，整天游手好闲。那咋了？当初老子进公司是你爸求我才去的，他答应了老爷子要养我一辈子。我爸是我爸，现在公司是我做主，我不能容忍公司有你这样的蛀虫。你敢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赔钱货，也配说公司是你的？那是咱们苏家的公司，你只不过暂时管理而已。以后等你爸死了，你爸没有儿子，所以公司要传给我儿子，免得被外姓人给占了。不可能，公司到你们父子手上，很快就会破产。少废话，我儿子可是国外名校毕业，肯定比你强。一个国外野鸡大学也好意思说名校？听说我那个堂哥在国外惹是生非，犯下了案子，已经跑回来了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怎么说你的堂哥的？贱货，和你姐一样，也是个赔钱货。二叔，你再敢骂我妹妹，我就把你这些年贪污公司公款的材料送去治安部门，让你进监狱。好啊，你个苏然，我说怎么敢突然开除我？原来是早有准备啊！当然有准备。二叔，别的也就算了，我没想到你还好赌，在赵虎那里输了那么多钱，还让赵虎来找我要。那咋了？男人嘛，输点钱算什么？行了行了，我也懒得跟你废话。今天晚上我来是来通知你，我要收回苏家的公司。收回苏家的公司？你凭什么？凭我手里有老爷子的遗嘱。老爷子临终前立下了遗嘱，如果他苏清河生不出儿子，苏家的公司就由我这边来继承。苏家的公司是我爸创立的，爷爷的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应。把苏清河给我叫来，我倒要问问他，是不是连老爷子的遗嘱也不认？我爸在老宅养老，要问你自己去老宅问他。苏然，你想要公司，二叔我也可以给你，不过不能白给，你多少也得补偿我一点。怎么补偿？我听说公司的账上有30亿的资金，你把这笔钱给我，我可以跟你签个协议，放弃公司，以后也绝不会再来烦你，如何？不可能，那是公司最重要的项目启动资金，给了你，公司就要破产了。不给，那我就去找苏清河说道说道。跟这种人说那么多干什么？简直就是浪费口舌。可是我爸宗族观念很强，并且愚孝，有爷爷的遗嘱在，是真有可能把公司转给他们的。苏然，你知道就好。再问你一遍，这钱你给还是不给？别理他，苏然，
还记得我今晚回来时跟你说的话吗？什么？那个赵虎啊，我本来打算直接让他消失，后来又留了他一命，因为我觉得他还有点用。赵虎，他能有什么用？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恶人还须恶人磨。赵虎的作用就在这里。像你二叔这种人，你是没法处理的，毕竟他也是你二叔，所以就得让赵虎来收拾。混账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是苏家的家事，你一个靠苏家吃饭的小白脸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过来！来了，小的来了！上仙大人，你是人是鬼？我姐夫是神仙，真正的神仙。小人赵虎见过上仙大人。起来吧。是。叫你过来，是有件事需要你去办。上仙尽管吩咐，小人一定办得妥妥当当。这个人，你认识吗？认识。他来我这里捣乱，就交给你处理了。我以后不想在江南市看到他，包括他的儿子。但是你也不能把他们父子俩整死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哟，这不是苏大飞苏经理吗？敢来上仙的家里捣乱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别乱来！苏经理，你还欠我一笔钱，不会忘记了吧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现在找你要钱，没问题吧？你们别乱来啊！我欠的钱我会还的，只要我把公司拿到手，马上就把钱还给你们。还想谋夺上司家的公司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要不是上仙吩咐留你们父子一命，我今晚就能让你们父子俩去喂鱼。苏然，我的好侄女，二叔我一把老骨头了，经不起这么折腾了，你快让这些人走啊！公司我不要了。别心软，你二叔什么人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他现在因为害怕才会说这些，回头没事了，肯定会改口，继续纠缠。胡说八道！我在跟我侄女说话，关你什么事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对上仙说话？再敢对上仙不敬，我先卸掉你的一条腿！天生说的对，二叔，你这种人是改不了的。所以你跟你儿子还是先到外面去清醒清醒吧。等你们什么时候真的悔过了，我会让你的孙子回到江南市。别，苏然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真要做的这么绝吗？赵虎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废话。老婆，我之前给你炼的丹药，你吃了没？3天吃1次，我已经吃完了。那我们今晚可以洞房了。